1800年6月15，美国奥斯蒙家族合唱团到台湾。唐尼玛丽由于在台湾早已拥有广大的影迷，因此他们所到之处总会吸引大批的群众。奥斯蒙这个会除了玛丽以外，拢到中正纪念堂去瞻仰蒋公的铜像，并且行三鞠躬礼。后来引起远东百货买物件，所到所在观众是有够济，可见奥斯蒙家族伫台湾的人气真好。1999年6月15，台湾国加一份英文报纸，这是由自由时报转投做英文版的台北时报 （Taipei Times）。当时的总统李登辉、甲副总统、行政院长拢有到现场祝福。我们一方面要将台湾的存在、成就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的具体贡献介绍给国际社会。台北时报锁定的读者群是伫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士，这是咱国第3份由个人所创办的英文报纸。